你想知道最快速提升自己嘅維度嘅方法嗎？唔係擺水晶，唔係清理氣場，更加唔係裝香拜神，而係放低自己嘅慾望。好多人呢，可能鍾意同一啲神靈去祈福啦，保佑我健康啦，或者保護佢有富足嘅生活啦。但你會唔會知道，當你同一啲所謂嘅神靈有所求嘅時候呢，可能係連結到一啲非純正嘅能量體嘅喎。當你對一啲非純正嘅能量體有所求嘅時候呢，就會連結到佢哋嘅能量啦，等同於簽咗一份無形嘅合約。所以當你有所求嘅時候呢，首先就係要睇清楚你內心嘅動機啦，係真心想成長啦，還是係想滿足我哋嘅小我嘅慾望呢？如果我哋冇放下自己嘅慾望呢，就可能會卡住咗喺低頻嘅輪迴循環裏面咯。所以要真心真正想提升自己嘅維度呢，最重要都係放下自己嘅慾望，你先至會得到真正嘅自由，維度就自然會升上去㗎喇。